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下面张伟民吼，咱刷落来要讨论一件不幸的这个意外事件吼，咱看到讲昨这个 F51发生到这个空中烧弄这个意外啦吼，那么看到讲吼，这个4架这个战斗机出去了后吼，伫咧2点外这个时阵来起飞吼，3点7分就看到伫光点来消失去吼，4点41分的时阵发现一个罹难者吼，就是咱这个飞官啦吼，伊死亡，另外一名这个飞官也是失联吼，那么看到讲吼。因为这回这个空中烧弄这个意外事件吼，空军呢随下令讲啥，天安特别检查要来进行1个月啦吼。那么看到讲吼，除了担任这个监控强机这寡前备任务以外，这个机长包含快速慢速机吼，全部这个机长吼拢暂停训练、停止演习吼。那么讲吼，这个是1个月吼开始要来进行到战备月头一天。就发生着这个不幸的这个事件吼，所以咱讲吼，目前简单咱判断是讲这是空中烧弄这个意外，但是咱嘛有看到讲吼，这个咱这个空军的这个参谋长吼，伊讲啥？目前敢若判断是安尼烧弄这个意外，无牵涉到这个机械因素，也是天气的这个因素吼。陆陆续续，会透过全面的这个侦查吼。亲像讲，这个弹射，这个椅子啦吼，并且咧会加强人员的这个训练。那么看到讲，蔡英文总统第一时间嘛讲这个事故互人悲伤吼，嘛来进行致哀。咱讲抢救是做第一个优先的这个工作啦吼。另外咧，就是要厘清掉所有的这个事故的这个原因啦吼。但是咱看到讲，国际媒体安怎来去报道？咱看到讲，空军半年3战意外，咱看到 Reuters 这个路透社伊讲啥？攻击啦吼，强机真正接起无框，可能是有关系啦吼。到底有啥物训练上，咱会当改善的这个空间？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首先来欢迎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明，大家好，主任你好。第二位咱邀请国防研究院啦吼，咱副研究员陈良智。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咱邀请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啦，首先先带大家来看讲吼，上新的这个敲锤进度是啥物？先做来看。找到的军机战舰、军下甲救生衣，徙来放伫个前进指挥所。台东志航基地2架空军战斗机22号烧弄落入海内底，国军海巡顶搜救单位继续伫个海陆空搜救当中，但一直到23号中昼，除了半暝伫个高坪沙漠地区找到部分的战舰物品，尚未潘引尊游玩下落不明。昨天晚上我们总共搜寻到的就是靴子，然后凌晨的时候拾获飞机的一些残骸，还有一件救生衣，大概目前是这个状况。那没有办法判断出来，这个要送回7联队，他们才有办法去做比对。我们大概从外观是没有办法判断出来的。搜救人员根据军机落入海的地点，照军机最后的定位甲飞官手机仔的定位，制定大约6至9公里的范围找人，以屏东满洲乡港仔村做中心，分3方向陆海空继续伫咧找飞官潘引尊。罹难的中尉罗尚化，检方嘛完成初步勘验。初步研判死者的死因是因为驾驶战机弹射导致头部外伤。颅内出血，最后因为中枢神经休克而死亡。各单位把握黄金搜救时间，但这2天天气甲海上无好，山区的部分地势阁真复杂，增加搜救的难度。指挥官除了提醒搜救人员注意安全以外，嘛希望会当伫个上短的时间内底赶紧找到失踪的陪官。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张明铁，屏东台东报道。是，这回咱看到这个 F51的这个战斗机啦吼，咱当看到本地是4架吼，咱讲战斗机做回来飞啦吼，咱看咱画图的这个方式，和观众朋友来了解。吼，这4架吼咧做一寡吼这个演习的这个编队的这个演练吼，但是咱要看到讲演练的这个部分，咱讲吼这架吼，咱家看到是这个吼。这个部分吼，要甲这边来做一段这个咱讲烧连线的这个变化吼，但是伫遮吼，所以安尼空中烧弄到底原因是啥物？咱先请教这个主任吼，到底原因会出伫倒位咧？
咱先来讲吼，咱不管是军机的飞行，还是讲吼民航机的飞行啊，咱有一个俗语讲吼，行船走马吼3分险吼，那行船走马3分险吼。伊的意思是讲吼，不管吼你什么飞行吼，还是航行吼，其实你拢有风险吼。那风险是讲咱看这个原因吼，应该是讲伊改变吼编队的时阵，小可换编队吼，2号甲3号啊，3号甲4号，1号甲4号，1号无动吼。中机基本来讲袂动吼，那2号甲4号还是讲3号甲2号会顶动吼。那顶动为什么爱编队吼？咱像安尼讲吼，咱古早的时阵吼，一出大战吼，一出大战的时阵吼是讲咱战斗机起哩吼，甲对方的战斗机吼起哩去相拍，吼相拍你甲拍赢就吼，你就拍赢，拍输就拍输。甲二处大战的时阵吼，即摆空电吼，演变是讲其实要有中机吼甲僚机，中机的概念是讲中机吼负责攻击导弹吼，僚机负责掩护吼，掩护就讲看你后壁，中机后壁爱看有敌人会甲你偷袭无？这是讲中机甲僚机的观念嘛。中机甲僚机的观念，这是讲两机的编队吼。那有可能有法度吼，4机的编队有吼，这是讲两机吼编队慢慢来扩大吼。为什么爱编队啊？编队讲古早时阵吼，飞行机爱去投弹吼，投弹时讲你投弹的炸弹吼，你若落个愈近吼，伊的台上的程度较悬吼，伊对敌方的程度较，即摆是讲投飞弹吼较免，毋过吼编队吼嘛是飞行员的基本的工分吼。为什么爱编队呢？编队就讲你会看即摆拢是一个人的战斗机吼，一个人战斗机其实伊踮迄战斗机内底吼，伊个飞行吼，伊个爱战斗吼，其实足无用的，足无用你周遭有啥物范围吼，有啥物不管是吼，你目睭看会到，是你减一对目睭吼看，你即摆吼，若讲僚机吼来看，甲你做一个掩护，这是毋较好，是吼较好，所以咱即摆来讲吼，战斗机的编队吼是基本的功夫，吼，咱即摆看不管是咱剩一个战备吼，咱看战斗机嘛在编队起飞吼，嘛在编队降落吼。那编队降落为什么爱编队？我讲摆当，你一只飞行机飞吼，慢慢飞嘛是会使。毋过咱来讲阿强吼要拍过吼，讲飞弹落来时阵，你有迄个时间一只慢慢飞吗？无吼，所以有当时吼，咱去看吼，咱空军的基地啊，有当时咱看战斗机的编队的起飞呢，吼起飞有当时编队降落吼，就讲。减少吼伊谈地面的时间吼，所以不管是编队的降落啊起飞吼，拢是基本的功夫。那编队吼，但空中吼，伊使做足侪动作吼，不管是投弹吼，了牵炸弹，还是讲吼，咱要去吼2对1的拦截吼，比如咱中共的轰6K 来吼，咱是要2只起哩吼，那2只起哩战斗机起来讲4只起拢无要紧吼。啥物人吼要踮伊后壁，啥物人要去翕相，迄拢有安排过吼。所以编队来讲吼是空军的基本的功夫。那即届吼发生吼即个不幸的代志吼，咱初步研判应该是讲飞行员吼失角场吼去弄着，去弄着了后就是较麻烦。有影咯，这个是飞行员吼四角插去啦吼，咱看到讲头拄咱用有的这个方式吼，直接来去空中烧弄去了后啦吼，咱嘛看到讲其实有真侪讨论，到底是毋是中机吼，这个1号机下命令这个人吼，无去注意到吼，这个头前后尾即这个飞行机吼，到底伫啥物所在？尤其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参谋长讲吼，伊讲啥无勘测到这个机械因素，也是天气的这个因素啦吼，所以爱加强啥物人员的这个训练。有人咧讨论讲，这回训练吼，这个四角插吼，地书即阵咱看到吼，一名飞官啦吼，已经死亡，一个也咧找，是毋是下令这个问题咧？咱来讲啦，飞行机吼的失事吼，机械。天候，还是讲人员操作吼失误吼，咱来讲啦吼，讲迄天的天气吼，机械无问题，吼机械无问题就讲咱地勤的人员吼保养维修吼，拢有照规定来吼，照规定来无问题。天后嘛敢若无问题吼，伊去训练完毕后要转去的时阵，迄无问题。咱即马是讲吼人员的训练有问题嘛吼，咱先来讲啊，就是因为吼。人员训练无足吼，所以咱讲加个训练吼，有当时训练有意外吼，咱意外吼，这是国母23种，这无法度吼。咱讲好歹听吼，咱德国空军2019年，因的新的战斗机吼叫台风吼，台风的战斗机2只嘛是伫空中烧弄，烧弄了吼嘛是甲阮大厦头前一个飞行员死，一个飞行员
循环吼啊，讲较歹听吼，连德国都会发生吼这种烧农烧较差的代志。咱的国家吼，咱的飞机吼飞遮侪届吼，其实难免。然后我感觉讲吼，这是小可不幸的意外，不幸的意外。嘛是一个意外吼，但是咱讲吼，这个战备的这个咱讲一个月要开始然后头一天就出现意外，但是咱本地就讲吼，本地就是因为这个咱讲吼飞行的这个能力无够吼，你才来这去训练吼。但是透过这回这个事件，咱嘛会当吼，搁看会当安怎来去做一寡改进吼。第二张图，咱要先告观众朋友来看讲，这两个这个飞官啦吼，咱看到吼，这个飞官吼，这个姓潘这个吼上尉啊吼，伊28岁啦吼，啊咱看到讲吼，伊本地伊这个飞行的这个吼时速是601点钟吼，这个5286战机吼，有人叫伊这个金公机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吼姓罗的这名飞官吼，26岁尔吼，中尉啊吼，伊这个106年班吼来毕业的。另外伊的飞行时速吼404吼，伊飞行的这个机号是5287啦吼。咱继续请教这个研究员啊，其实咱嘛看到讲吼。咱吼会当互伊去飞吼，代表伊是一个合格的这个飞官啦吼。虽然咱头拄仔讲的这个训练可能也无充足啦吼，但是直接咱会当搁安怎解说？有影啦吼，有人讲吼，因为因就是较菜鸟这个部分，地数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是毋是安尼吧？我是感觉讲吼，飞行机失事当然像咱头拄仔陈主任所讲的吼，有即个机械的因素，有天气的因素，啊有人为的因素吼。啊，即个这个事件吼，我是感觉整个的调查还未完成，甚至还未开始吼。所以我是感觉讲，是毋咱观众朋友应该是也搁爱等一下吼，看卖最后的这个调查报告吼，结论是安怎？咱开来讲，这人为的部分是安怎？吼，那假使真是人为的部分啦吼。啊，但是我所了解就是讲，像讲咱的飞官吼，因伫官校吼的时阵的。基本上是基本的专业的学习，啊，然后为4年啊开始吼，慢慢接受这个飞行，吼，啊，真正要接触迄个飞行啊，甲较定数吼的部分啊，较成熟的这所在吼，差不多拢爱落部队的时阵啊，啊，但是呢，以中尉来讲吼，其实也个较少年，吼，空军的主力应该是伫上尉。吼啊，少校啊，中校，这吼3个阶级嘛吼，所以无毋对，因看起来拢较 junior 吼，较少年，较年轻，但是是毋是安尼吼啊，造成因这个操作，还是这个飞行吼失误吼，这是一种讲法，也是一种猜测，但是我感觉整个的报告还未出来，所以咱毋知影。但是其实嘛是安尼，就是因为。飞行员伊的这个素质，爱透过不断的训练、教育啊实践操作，可以慢慢啊迄个较完整，啊然后较合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难免一定会出现一寡失误，也是闪避。啊，这个部分其实我是感觉讲，咱袂当讲因为这意外啊，就来。停止这个训练，是讲影响到咱的战备，所以空军也是国防部安那来处理讲这个无甲半冬的这个时间连续出现3件这个咱空军的这个意外这感觉伤接近啊，所以这几率看起来那像我伤悬啊，所以其中的原因是安怎？我感觉这可能我是咱爱认真来思考，啊个检讨的。是，咱嘛看到讲因为这回这个意外F51伫空中烧弄烧弄这个意外过去咱头拄嘛讲到2019年伫咧德国有发现过，有出现过啦但是这回咱嘛看到讲半年3届这回这个意外特别受到重视咱嘛看到讲空军这阵是全面这个停飞啦要来进行到这个天安特检咱继续搁请教张教授啦这个一个月这个天安特检嘛是有伊的这个必要性无？当然飞行机出代志，一定检查搁有剩的，看是毋是有共款的问题吼。我想这是任何国家正常的处理方式啦。面对这件代志吼，我个人简单的看法是第一是亲像头拄啊陈主任讲的这个训练的意外尤其是空军这个任何国家拢有啦。爱安怎解决第一就是爱
彻底这完全的检讨。第二就是爱增加训练保养，然后咧这个安全的设施爱改善啦。亲像这个空军为去年开始嘛有增加这个飞行机顶悬的这个安全的设施啦。就是这个飞行员坐椅啊，这个假是大家有看过电影纪录片，拢知影出代志的时阵，飞行员就是会当为飞行机内底射出来，射出来以后然后这个落架伞就是拍开安尼就会当安全但是这个设备是毋是咱即马国家使用的是毋是全世界这个配合科学的进步这个有这个较新型的这个空军是有增加啦但是可能是毋是较紧增加这个速度，我想这是上重要，因为为虾米咱看这个 F-1这个过去遐尔侪年来差不多有29遍的这个事件，有22位这个飞行员不幸牺牲啦。讲实在，这个比例实在是袂少啦。就是任何的国家外国这个飞行机失事这是正常啦。飞行机讲实在买就有啦，但是人的性命是非常的宝贵。所以讲咱的这个失事是训练正常但是咧，是毋是咱这个牺牲的比例是毋是甲其他国家比起来是毋是有较悬这我想应该是爱来检讨的重点。是。第二咧，就是这个机械的问题啦机械即马国防部是讲机械无问题，毋是机械的问题但是咧，因为这个失事的这个战斗机未完全找到啦。所以咧，这个调查亲像谈拄啊头拄啊，这个陈教授嘛讲未开始这个时阵就讲是毋是机械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嘛是有早。因为这个毋是两架拢已经完全找到嘛所以咧真正有这个机械的问题这嘛毋是啥物袂当讲的代志，就是爱找出来来改善。上早就讲是啥物原因我感觉是不管官方还是民间这可能都爱较调整一下。第三就是我个人认为每一遍飞行机出代志大家拢无想要看到，不管政府、民间、军方还是倒一个震动。但是常常拢有人讲这是因为啥物震动的执政啦，无重视国防啦，是啥物人做总统啥物伊无失德啦，然后咧所以就造成这种代志。我感觉这是上无理由、上无底实的讲法啦。亲像台湾为这个1949年以来你看，这个两蒋时期嘛有飞行机失事啊，而且迄个时阵这个袂少呢。李总统的时阵、阿扁的时阵、马英九做总统的时阵拢有啦，所以我感觉这甲啥物人做总统根本是无关系，甚至于咧过去伫这个民国50年、60年、40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当然科学各方面无遐进步所以咧，迄个时阵这个空军的这个失事的比例讲实在比即马来讲较悬啦。这个咱嘛袂当讲迄个时阵是多一个人执政，然后造成的我感觉袂当安尼讲。是。佫有人嘛讲这个是因为这个中国不断派飞行机来这个咱的这个台湾附近飞来飞去造成咱的负担我认为这是无法度啦，因为中国就是遐尔罗马，遐尔阿爸，咱应该是安怎来增加咱空军的实力？这个增加飞行机嘛好亲像啥物方式买新的，还是国内增加生产，还是他国外做这个增加咱的数量对抗中国。毋是讲这个你政府是要改善啥物政治的态度，互中国减少来，这是。讲法是讲袂过啦，讲袂过，因为袂当把咱国家的安全寄这个寄希望伫中国的这种善意，讲你无去来，咱爱海归，咱伊就袂当来，伊就袂来，安尼咱就较安全。我感觉这是无可靠的。有影啦真正对着这个军机的这个失事，咱看到讲过去咱头拄教授比例过啦咱看到讲过去两种的这个时代是讲人的这个总统拢有这个失事啦咱应该是用着正面的这个看待啦咱嘛看到讲外国媒体Reuters 头拄嘛讲啦这是可能是强机，咱讲十起无空致使咱的这空军都爱安尼起飞
也是讲吼做一寡这个演练吼出代志吼，但是这个讲法吼国内吼嘛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讲哇，这个人吼咱若是改变吼这个蔡总统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方式，可能因就袂安尼吼接起无空啊。但是这种讲法，这个张教授嘛无安尼啊认同吼。所以咱要搁带大家来看讲吼，蔡英文总统针对这项事件吼，那么头拄仔讲到专业爱过来吼，说这个敲吹啦吼，避免着意外搁再发生，先做来听。台东志航空军基地2架 F-51战机，日前伫训练任务时阵去下着2名飞官，一人殉职，一人失联。总统蔡英文早起出席3总上山会议，航空医学大厦动土典礼，特别讲到已经指示国防部爱专业搜救，也向殉职飞官家属表达上沉痛哀悼。我已经指示我们的国防部务必要全力的搜救，并且厘清事故原因。我要向殉职的飞官的家属表达最沉痛的哀悼。我非常的难过，但是我想告诉大家，飞行失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却要努力去防治。我觉得空军已经做了最好的准备，但是天候的因素、人为的因素，会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已经是飞行员的退伍会主会帮谢款是表示真艰苦，希望大家为空军加油。国防部长邱国正自3早起就先去台东志航基地听取简报，告知会搜救工作，也代表总统蔡英文慰问家属，民族叮当表达歉意。应该国防部要照顾官兵，对不对？那照顾官兵以后，照顾到这种状况，我个人我也觉得是很大的歉意。长久以来人员的训练、天候或机械方面问题，我们还厘清之前，我们没有任何讲说错在哪里。邱国正表示，搜救工作未停止，也和殉职飞官家属护士只是对外界关心。保险超过40年的战机，深受换新的大城以外计划，加 F-51的汰换机程。邱国正表示，这国防部拢按照定序一步一步在做。按过明一时啊跳过，则未发生其他问题。即马事故的原因，拢由专案小组来调查。空军也请外界唔通乌白药，伤害国军的士气。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讲到这个事故原因，也搁带咱讲吼，等待这个专案这个调查吼，拢袂当吼随来落这个定论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真侪会当去讨论的这个部分吼，亲像咱头拄嘛讲到，这个是 F-5的这个战机吼，咱讲大城这个宇宙啦吼，是毋是按算要改咱这MK-16的这个部分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左翼吼。但这个弹射这个部分吼，是毋是自主弹射啦吼？另外也是讲有这个4甲叉吼烧动引发到这个意外，也搁来调查啦吼。继续咱搁请教主任吼，其实咱讲吼，这个伊做吼，即阵要用这个 Martin Beck 吼，即款的这个 MK-16的这个部分吼，先甲咱说明一下吼。过去咱嘛讲到吼，即回这个事件烧动吼，虽然有这个弹射这个机制，会当互伊弹射出去吼，脱离这个飞行机。另外咧，但是伊若是离开掉这个飞行机了后，是毋是？弹到倒位，致使伊的头壳受到重伤。咱讲即回这个事件，甲顶回吼，这个飞官共款嘛是 F-51战斗机，这个吼，咱讲自成飞官，死因是要讲。咱先来讲吼，这个弹射椅哦，伊的原理吼，咱原理吼，咱小可看这个图片吼，图片讲吼，这个弹射椅吼，一个战斗机内底吼，战斗机内底吼，内底有弹射椅吼，弹射椅的意思讲，伊透过吼，这个飞机吼，飞机了吼。飞机了吼，伊会甲这吼，飞行员吼，伊的座椅吼弹射出去，吼，弹射出去呢，搁甲伊降落伞吼，讲落下伞吼，慢慢下落来吼。因为讲歹听，你飞进出去的速度是足紧的，足紧吼。咱古早是安尼讲吼，我一个概念互大家参考者吼。咱即马 F-5吼，战斗机吼是讲，咱的飞行员爱排到降下伞。起飞行机吼，甲座椅夹做伙，是叫一套。即摆弹射椅是讲，伊的弹射椅内底就有降下伞。安尼概念咱就有啊，心口好，思考好吼。咱也袂使讲吼，想讲伤美好，讲咱有弹射椅了后，就应该安全无吼。咱来看飞行机的姿态是安尼吼，比如讲，我是找无 F 的飞行机哦，这是 IDF 吼，你看这飞行机吼，安尼飞吼，安尼飞，速度拢200公里吼，比高铁较紧的飞行态度吼。这个吼叫
座舱吼座窗吼，座窗这个叫座舱盖叫座舱挂吼。是。伊个座舱挂吼，先爱拍开。是。吼，拍开了，你火箭吼弹射伊开始弹出来。火箭吼，开始出火吼，甲伊座椅清起哩吼。好，咱古早吼弹射椅吼，就是讲一套尔吼，火箭的炸药量吼拢有限。啊，即马吼马丁贝克吼用16个 Mark 16个弹射椅吼，伊的火药量吼。也使加少吼，譬如讲，你60公斤，我70公斤吼，咱坐起了吼，伊的火箭吼会在调整。虽然虽然调整，讲伊弹射出去哦，你要火药量伤济，死啊！哦，咱像电影看到，哦，甲咱的飞行员的哦，骹拢烧歹去啊，吼，啊烧歹去啊！你若讲火药炸药拢无够，弹袂出去，是吼，这是理想吼，理想是爱飞着，爱飞，而爱弹出去吼，用失速啊，用。引擎失速啊吼，飞机歹去啊，哦慢慢飞，吼，这是弹射。啊，借问者，啊，这叫飞行的姿态。飞行的姿态，安尼敢毋使弹射？袂使。安尼是敢毋使弹射？袂使。安尼使弹射？袂使。所以不同的无共款的机种吼，伊无共款的速度。啊，毋过吼，一个基本的概念是讲，爱先安尼飞。安尼飞是大家咱讲，大家拢听有。哦，你无可能安尼飞，安尼弹射要创啊？哦，弹射要创，所以这是吼物理的限制吼，这大概概念爱有吼。咱即摆快欠就是讲吼，咱古早吼人有人讲说啊，咱即摆 F5吼，搁利用吼，搁利用吼啊，世界各国吼，嘛搁有其他国家吼，搁利用这种 F5的战斗机吼，譬如讲泰国、美国，吼，美国伊叫 F5N，吼，伊会用作伊的家乡敌的中队，是假想敌中队哦，吼。伊做歹人的哦，吼，做歹人的吼，伊嘛搁用吼 F5的这款战斗机吼，所以战斗机的机能吼，伊飞偌久吼，甲伊的时间无正相关，吼，无正相关啊，无正相关就讲你看美国人吼嘛搁利用，啊毋过吼，伊的内装有改过吼，所以咱空军若搁要用吼 F5这战斗机吼，是毋是爱加速吼伊的内装的改良？我想这先爱改善。那第二件代志讲。你的弹射椅吼是爱换吼，咱空军讲啊有啦，咱有变开6亿，你开6亿吼。啊，毋过吼，同紧吼，今年年底啊，无到明年吼开始换。是，咱讲较歹听，这6亿吼，咱看起来足济。咱讲较歹听，即马吼无人机吼，还是讲飞行员训练的成本拢1来1去的，拢1来1去啊！即摆拢10亿起跳的，莫讲1亿啊，拢1来1去。所以咱吼来讲，这个马丁贝克吼，这个16个弹射椅吼袂歹，紧来加速吼，伊个采购的情绪。啊，若有啥物困难吼，紧甲政府报告，咱紧换装。啊，若无吼，咱1个月了后，共款搁拄到一个问题吼。所以弹射椅吼是一个必要的装备，啊，毋过毋是上界美好的。所以咱透过咱拄爱吼解说，咱爱先确明一点。其实咱讲到这个弹射椅以外吼，咱搁有讲到吼接班的这个吼，咱讲有影吼，这个 F5E吼，伊这个飞机的这个年限吼超过40吨啊吼。但是有人讲，这其实若是有进行着好的这个维修工作，也是讲吼真正有咧好好保养吼，其实伊拢无有问题啦，大问题。但是大问题就出伫讲，若是真正失事了，亲像这弹射椅的这个部分吼。另外就是讲吼，咱讲2024年的这个时阵吼，有这个永营机要来接替吼，咱讲的这个 F5E 的这个部分吼。所以有人咧讲，咱的这个进度是毋是有较慢吼？第一就是弹射椅的这部分，第二个就是讲接替这个机长的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过去资深飞官伊的这个老母吼，其实嘛伫镜头前真正好甲真惨啦吼，就是讲哦，若佫有一件代志发生吼，伊真正吼就去跳海等等这部分，嘛反映着这个事件的严重性。继续咱讲请教研究员。确实有影吼，为去年的10月底这个资深迄个飞官的这个失事吼，问题当然报告还未出来啦吼，但是大概有一个初步的迄个结论，就是认为讲，这弹射椅吼，确实有影无第一时间吼，会使带伊做一个较好的这个弹升吼，啊然后降落吼，这是一个问题。啊，昨发生的这两件事故吼，这件事故2台飞行机看起来吼，那像甲去年这个情形吼，足相像的。是。所以咱大概即马有一个结论，就是讲吼，这弹射椅吼，对 F5E 来讲吼，对 F5E 的这个飞官来讲吼，是足重要的吼。假使飞行机若真正失事啊出代志的时阵，是毋是伊至少会
会使保护咱的飞行员吼，在即个要脱离迄个飞行机的过程当中吼，会使较顺利、较平安来降落。这感觉应该是一个足重要的部分吼，目前所得到的结论。所以我感觉吼，那安尼的话吼，空军更加爱赶紧吼，是毋是会使来达即个大社伊的这个部分太晚掉，嘿，太晚也是赶紧吼来做看安那会调整吼，这是一个真重要的部分吼。啊，另外就是阿明有讲到讲咱。今年年底吼，有2台这用鹰的这个原型机吼，预定要来交机。啊，然后2024年吼，要有拢总66只的这用鹰吼，高教机会使来交机吼。所以你看哦，即马21年啊，到24年，其实还佫有3档的时间吼。确实有影，这3档的时间，连到咱要继续冒这个风险，看起来无法度避免就是可能爱冒这个风险，爱继续F51来继续飞，啊来做这个咱飞行员的这个训练的工作。啊，那安尼的话，去年10月底到今年安尼还未到半冬出现的这个3件代志内底，这其实风险有影足悬的。是。所以吼，这是嘛是对咱的空军，也是对国防部、对台湾来讲吼，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啊，当然咱嘛知影，就是讲你甲2024年吼，用鹰教练机要完全交机，咱嘛是袂当讲为着要赶紧，然后的凊彩做，进度拢家吼减安尼啦吼，袂使啦。品质这绝对是一定爱严格来把关的吼，所以这个部分吼，要安怎来克服，会使赶紧加紧吼，来这个时程吼，会使较提早，也是吼。加速，但是会使兼顾到这个品质的这个部分吼，我感觉这是嘛是咱未来吼这2档3档真严格的一个挑战。是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咱看到吼，这个1973年吼，其实咱用到 F51吼，已经40档的这个时间吼，咱讲超过300只吼，包含 F51、F5、F 吼等等，即这个吼飞行机啦吼，啊服役超过真济。咱头拄嘛讲到，好好保养也是好好维修拢无问题啦吼。但是就是讲，真正若是发生事故意外的时阵，咱这个大城椅吼，是毋是变做伊另外一个致死的吼，这个原因吼，可能就是吼，大家咧去讨论的吼。所以咱看到吼，除了这个大城椅以外啦吼，咱讲有一寡这个零件吼较欠缺的，还是讲吼这个发动机已经停产30档吼，靠不断这个维修，咱过去嘛讨论过啦吼，维修真正是无问题啦吼，咱嘛袂当甲咱这个维修人员吼，拢甲因的这个咱讲过去吼真18个这个功夫拢甲吼，然后拢甲话吼无。去加安尼等等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嘛讲到吼，2016年吼早就咧吼定案的这个用用机啦，咱讲爱等到2024年吼，才会当吼完全来去接替啦吼，所以这个吼期间内底也佫有一寡时间差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嘛佫回顾一下吼，咱讲顶回吼自成飞官死亡时阵，咱嘛有停飞吼，然后停飞啦吼，停飞了后佫复飞吼复飞。另外，这回咱嘛讲头拄有讲的这个天安特检吼，共款嘛是停飞一个月，但是意外嘛是佫不断发生啦吼。嘛有人讲过去吼，这个无共政府对着各机各造这款的这个理念，也是讲吼这个实践的这个方式有一寡争差伫咧啦吼。所以嘛，意思就讲咱的这个吼要接班的这个机吼，咱讲这个教练机也好，还是讲飞行机也好，拢无对着阵吼。张教授你安怎看咧？我认为呀吼。这个用因是高教机啦，伊是教练机啦吼。虽然性能是非常的好吼，但是咧 F1吼，即马伫咱空军是按照步训机啦，部队训练吼。哦，这个2种的任务吼，也是无完全共款。吼，亲像即马这边的术吼，嘛是一起训练这个吼炸射，就是去吼训练这个爱对空对地的攻击。但是咱高教机是无这种的科目啦，就是讲以前的 AT3吼是吼这个无这种吼攻击地面这个土地上的目标的科目。是，所以讲咧，用因这个高教机入来吼，是毋是会当完全代替吼即马的 F51吼？我认为是无法度啦，因为AT3就是高教机，伊即马嘛旧啊，数量差不多差不多40-50只，是，所以咧，用因高教机66只来吼，是完全会当这个代替，这无问题。但是咧 F51吼，伊是战斗机 ，OK， 伊是步训机吼，是高教机训练完以后吼，搁训练这个
步训机，这较无共，所以咧，是毋是会当完全这个代替我看，这个需要研究。第二咧，我是认为这个过去啊，其实这个高教机咱上早就讲爱换。但是咧，一年一年的政府甲空军家己都有拖行啦，所以这个用因为到2024年会当完全入来。其实咧，伊咧这个科技加伊咧发展其实无需要拖到遐久。因为伊是 IDF 改的 ，IDF 咱上早就会当做嘛，但是政府的政策决定其实足早以前至少我看5、6年甚至10年以前就会当。把改变过来减少咱的 AT3甲咱的这个 F51步训机的这个负担啦。是，这我感觉这是这个伫国防政策上咱需要来检讨的部分。而且咧，足侪人这个讲啊，这个无人机其实爱这个有好的保养其实较老的无人机嘛袂要紧安全嘛是无问题这个我同意啦。但是咧，机械的物件较久一定是有面对这个保养较困难的问题，车嘛是共款，无人机有一个金属疲劳的问题啦。因为这个土地这个一般地在机场可能30度，飞到这个空中气温可能变做降落去，是。所以咧，这个伊个无人机材料就是冷缩热胀，这个几啊10年以后一定有产生这种无法度完全。保养甲修理的问题，所以咧，任何的国家无人机一定是用一段时间拢爱换新啦。是，这个民航机嘛是，战斗机嘛是虽然讲咱认为讲保养好的无人机老的袂当飞，但是咧，毕竟是风险较悬，而且这个各方面可能这个风险实在是甲训练的这个难度嘛较受到影响。亲像咱以前 F104的时阵当然迄时阵嘛讲啊，老啊，但是有好的保养当会当飞，可是足侪物件是保养无够的啦，无法度保养嘛。而且咧，这个是伊金属疲劳问题，所以变做讲较老的无人机、战斗机足侪较困难的科目伊都袂当做，袂当执行，也讲伊这个无人机的结构出问题啦。所以咧，咱感觉我个人也是认为空军是台湾国防的第一线，应该爱增加投资这个加美国还是这个主要是美国增加这个战斗机的采购啦。但是伊无甲咱提供咱考虑这个咱本身的汉翔 IDF 咧改良型啦，还是其他总来讲就是增加咱的数量。我感觉因为中国数量是不断的增加，性能嘛是不断的提升台湾袂当讲以不变应万变，还是讲咱提升的这个速度增加速度无够紧我看对台湾的安全嘛是一个足大的威胁啦。有影咱讲伫咧军事采买这个部分咱讲一定爱不断有买新的这个机种入来但是咱嘛看到讲倒一国要买咱其实咱国内这个其实在亚东嘛是有一寡这个主动的这个部分另外咱头先嘛讨论到，咱讲国机国造也好啦，还是讲这个时间表的这个问题其实嘛是伫过去这政府有小连续延前落去啦但是这回咱嘛是正式来看这个问题，咱嘛看到讲公部长针对着这件事件打上任呢区国建国这个部长伊就讲这个军机太换其实嘛是爱照步来头拄咱嘛讲到品质一定要顾好着啦，尤其咱看到讲小连续这个20年内底有9件事故啦咱看到讲过去有外海失联的还是讲这个偏外较这个跑道较远的这个部分油箱爆炸去啦另外就是讲有这个F51进行转场训练的时阵嘛是摔无人机，另外咧这个 F5F 嘛是这个北港的这个时阵嘛出问题，另外是参加到这个汉光演习的时阵做低空射击的时阵失速来去坠落去啦另外 F5F 执行空对地这个炸射这个训练失事啦另外咱嘛看到讲较小连续最近的这个部分就是看到去年10月29日咱都一直讲的朱胜辉官啦伊当阵
伊这个 engine 吼，嘛是有一寡吼无遐尔有效的这个效能吼，致使这个无人机摔落去啦吼。啊，另外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头部外伤吼，就来这个咱讲这个路内出血啦吼，啊送医了后嘛是不幸来过往。另外就是看到吼，这回这个事件内底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吼，这咱有做另外一个吼整理的这个报道啦吼，到底这个军机太晏吼，爱照什么部吼，先做来看。空军正是21日下晡2架为台东志航基地起飞 F-51大造战机，伫例行训练时遇到2名飞行员跳伞逃生，目前战机已经全面停飞。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认为，面对伫执行任务时，真可能因为动态驾驶、分散气流这环境因素，发生遇到风险。你整个飞机是动态，它是3度空间，飞机的时候有时候转弯、有上升、有下降、有盘旋，而且还有气流。还有空中有没有云层，它的因素、它的客观的环境变化很多。那在步行队的这飞行员都比较之前，他们只是上位，飞行时间不多，飞行经验也不多，那这样子的风险是比较高的。不过，伫顶一摆 F-51失事计不到5个月，去年10月29日航基地飞官主管部因战机动机失效对海不幸殉职。F-51F 是台湾第一种家己组装生产的喷射战斗机，1974年第一只出厂。不过近20年来已经发生8件失事意外，2001年2架 F-51F 伫宜兰发生意外，3名飞官失联。2009年 F-5F 战机伫澎湖空对地炸射训练时失事，2名飞官殉职。各界一直传出应该互老旧的 F-51F 型战机退役声音。因为它是2架单座机在空中发生空中的这个互撞，所以看起来跟基建方面的问题应该是不大啦。如果按照原先这个期程那个洋基国造的话，现在大家应该已经在进行交机作业了。不过政府决定要改为国际国造，然后因此多增加了研发这个时程嘛。主管部事故发生了后，迄个时阵的国防部长严德发下令，和 F-5型战机停飞做体检，也表示等到新教练机2021年开始量产了后，会伫3年内完成战机汰换。目前志航基地是全国唯一部署 F-51F 型的基地。这摆事故中的其中1架战机，也是去年12月才完成修检。这摆失事意外确实的原因，爱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头拄嘛讲到吼，这个国机国造哈，但是过去咱嘛有一个政策，就是洋机国造啦吼。啊，到底这有啥物政策吼？对咱这回咱讲吼，这个事故吼，其实无这个吼直接这个影响，但是小连续咱嘛会当看到讲吼，咱的这个汰换这个步数啦，还是讲这个时程有去互牵着。咱继续请教主任。咱来讲啦，一个国家吼发展伊的军备吼，那有闲有时间吼，有时间有经费。家己做，家己做，还有经费哦，还有时间。咱即摆的态势是讲，中国威胁伤紧，咱即摆无时间，咱即摆经济状况不比20年前，咱20年前，咱要甲美国买，美国的无见得要卖咱，咱讲 F-35，敢若无要卖咱，咱即摆讲 F-16来升级，这是一个国家有时间有闲家己做，家己来，因为不管伊的技术技术啊，种参数拢咱会掌握到这是理想理想。咱若时间较紧的，靠不2-3种用迄钱去买啊，即摆咱缺势是讲，咱有钱买袂着。买袂着啊！中共伊的军费是咱10几倍不管是伊的东风飞弹啊，是讲伊的战斗机拢定定过来那定定过来的时阵咱即摆来讲一个情况咱西方战斗机起飞去啊盘飞啦去啊监视拢有咱若国母2-3种即摆来讲轰6K来讲绕台飞行的时阵死啊！咱的台中的基地搁你训练花莲有飞行机无毋对你。台东的新台东的飞行机，先爱训练，搁爱战斗，搁爱戒备，安尼敢无迄个时间，敢迄个时间，迄个刷扩大去应付攻击这是咱思考的问题啊。第二，咱思考的问题讲，咱到底咱爱 F-5的战斗机要创啥？那是讲你正港要去战斗你要接受完整的训练，若毋是你若讲是讲 F-5的战斗机伊拖伊靶机电子靶机，是讲其他的任务有法度该互别个人做无？若无法度的话，无要紧咱就看别个方向来建军比如讲看是用无人机来代替，还是讲其他机种来代替，比如讲 F-16 伊的单独的战备任务较济对空、对海、对地伊的负担会较重毋过
咱讲较歹听的吼，讲咱拄仔讲过吼，美国的 F 吼是来拢讲假想敌中队吼，伊的训练是训练着伊。逐工你训练着吼，伊免负担战备，咱可能毋是哦，咱可能咱拄仔讲过吼，那只要不管吼，咱的台东的海务吼，那中国的海钓船来，你若咧训练着啊，你若训练啊，你天顶啊，你顺续去看一下，哪要紧嘛？其实这是咱的想法无毋对哦，战备甲训练吼拢结做伙，啊，毋过有当时啊吼，你。拢结做伙，啊，就会出代志啊，所以心理上就压力。咱就较麻烦吼，咱较麻烦，因为咱台湾就较细吼，咱空域甲海域都是较细吼，啊，中共一直过来，讲较歹听，这可能有小可关系。OK， 所以这 Reuters 讲的嘛有理啦吼，这个中共接伫遮起无空啦吼，咱讲这个咱讲这个空军吼发生着这个意外事件，这个频率吼半年3战吼，都是为这个讲法伫咧啦吼。所以咱嘛继续来看讲吼，咱头段嘛讲着吼，这个机能较旧，还是讲装备无足吼，啊真侪人有无共款的这个回应吼。咱首先过来看讲，空军司令部是讲啥吼，就是讲吼烧落。啊，咱讲吼天气吼机械哈，也有这个大城伊的这个因素，也个爱豆豆来厘清啦吼。另外 F5这个机型吼，5286、5287拢伫去年完成这个周检啦吼，啊，机务拢是正常的。另外咧，除了战备机以外吼，全面暂停演习的这个吼演习机的这个训练啦吼，公布嘛核准讲空军上紧伫咧今年年底啦吼，要全面来带换掉这个弹射这个座椅。另外咧，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伊是讲啥吼？机能欠点较旧啦吼。伊讲 F51吼，虽然较旧，但是伊的体质也是好的这个战机吼。啊，只要好好保养甲维修拢会当啦吼。啊，天气的问题、人为因素、机械拢有可能造成着这个战机失事啦吼。啊，两位咱讲吼，这个飞官吼，拢伫咧失事进前吼，无发出着这个飞行操作的这个系统有问题吼，可能初步是排除掉这个机械故障的这个因素啦吼。另外吼，就是咱的国民兄有讲到啦吼，咱讲吼泰国也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国家拢有这个一寡机率事故记录和这个机械这袂当该为做是顶好的事故，毋是就是这个机械较老的这个因素啦吼。另外飞行风险并无并毋是讲加装着这个自动弹射椅就会当解决啦吼。啊，另外民进党立委蔡适应伊讲空军即阵校正守则就是讲这个暗中来飞行嘛应该加装着自动的导升椅弹出过程咱讲联动的这个头顶的这个窗挂啦落水的时阵有警告的这个标示飞行员会当提前来去注意啦继续咱阁先请教这个国民兄啦，头段咱嘛有讲到这个自动弹射的这个部分，咱讲这是甲这个飞行员的这个骹的这个部分嘛有关系，伊到底会当收骹是袂当收骹？弹射椅的这部分，我甲咱解说一下。咱讲啦，弹射椅伊就是安全的设施啊设施了你爱家己爱做好，啊，你若做无好，其实讲歹听，伊的火箭量伊会不管家己身体拍伤，还是讲你弹射出去咱搁摕这个飞机来做咱弹射出去的时阵，你即摆飞行员若弹射出去伊这个挂还是讲像咱昨失事头壳内底出火，出来伊弹出来的时阵，你就去撞着弄着那讲歹听，你300公里200-300公里。你高铁呢？高铁时阵你还要弹出去，迄风险足济吼。那毋过呢，机械进步会使改善咱飞行员的一寡失事的几率咱搁看这张图啦这张图咱慢慢看这张图是讲伊的 F35伊的自动加速伊的自动加速是讲我摕安尼看较有这个讲这个 F35若倒来要弄到山的时阵这个机械飞机会家己去接飞行员的操控，伊家己扭起来，家己飞起来这个时阵变自动加速，自动加速就讲自动的避碰系统，讲你飞机要弄山的时阵伊家己扭起来，是，家己扭起来，对，家己扭起来这是古早的飞机模式计，咱即卖 F16B 有即款物仔无？会使考虑，会使会使加装会使加装，这种是讲预防飞行员不管有当时伫空中无意识啊，无意识啊，还是讲伊啥要出角场会使挽救，这个挽救了，毋过扭倒来时阵了
嘛是搁爱飞行员哦，家去控制吼，这是讲一个步数尔。避免互伊弄掉，但是飞行员嘛是搁爱家己救起来呢。这是一个步数，啊，毋过飞行员训练吼嘛是相当重要的。是有影啦吼，所以咧透过这个部分吼，咱会当讲这个装备的这个提升吼。其实过去吼，这个研究员来节目顶嘛有讲到吼，咱讲到顶回这个事件吼，就是讲各机构做咱迄个部分有讲到这个人才、这个培养的这个所在，然后就是过去有长一段这个时间去吼，人才吼可能拢流失到吼其他国家去吼。伫咧即地，咱会当讲到这个事故的这个部分吼，人才库更加建立起来。哦对，嘿，其实吼，尽咱决定讲即个国机国造、国建国造吼，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吼，来带动台湾的这个国防的工业，而且国防工业的这个科技的人才，然后咱创造伊迄个就业的这个机会，然后带动台湾的经济一部分的这个发展，吼。这使咱想到讲，这个30当前吼，1990年初期的时阵，咱的 IDF 战机汉翔公司吼，在迄时阵吼，开始有影为着要做迄个 IDF 吼，投入足侪的资本，吼精神个人才落去，差不多10档的研究成果出来了，咱 IDF 嘛拢交机成军但是台湾迄时阵无煞讲，后一步咱的飞机工业要安怎做？要向对去，结果无继续做，然后这人才呢，全流失去国外去。我知影大部分拢去韩国，因为韩国因做重视即个飞机也是航空的即个工业吼。所以台湾经过即个30档后吼，其实爱记取吼过去即个IDF 即个产线的即个经验甲教训吼，过来。咱用因啦，到一个阶段了，咱后一搭的飞行机要安怎做？要做啥物款？就是袂当有抗白的这个时间去啦吼。同款，而且咱的船也是咱的掺水港，吼，这个阶段完成了，过来后一个阶段要安怎行？要行位对去？其实这嘛牵涉到台湾的工业，吼，国防工业、人才、科技个经济的一步后一步的发展。所以我感觉台湾吼应该爱。记出吼过去的这个经验吼，利用这届吼国机国造吼国建国造这个机会吼，重新来整理讲，咱唔是讲看未来这个3档、4档、5档还是10档尔，20档后、30档后，这个工课、这个人才，伊免互伊会使继续落去。有影，今日这个广播长吼，邱国正伊嘛讲到吼，咱讲这个台湾这个部分吼，拢爱照部来，然后伊讲一直有咧做。记者嘛问伊讲，这个吼近程，还是讲中程，还是较远的、看较远的这个部分，咱的这个国防，还是讲吼这个军机的部分，会当安怎来去会当有一寡这个改进的方面吼。第一个就是咱讲甲外国买，第二就是咱国机国造这个部分吼。上尾咱搁请教这个张国成这个教授啦吼，咱来讲到吼，就是。什么款的这个建议，国咱的这个政府还是国防部无？我受头拄这个陈教授讲的吼，非常正确，就是吼国家国防工业吼，应该要有一个确定的方向。是外国日本、澳洲、韩国吼，拢是家己会当做，代表讲伊成本、时间吼，拢评估以后，感觉讲会当家己做吼，伊拢家己做。假使讲伊是无要家己做。毋是数量受少，就是家己做袂出来，还是时间受久，还是性能无够吼。伊拢是甲国外合作，就是甲国外买袂要紧，但是伫国内吼合作生产，安尼咧国内的这个工业吼，会当学到新的技术，而且咧会当讲以后咧零件零件这个补充吼，因为国内会当家己做嘛吼，国外合作吼，所以咧会当有这个补给，这亲像就是就是。家己做，无就是买啦，然后来甲国外合作，就无就是完全，就是买，家己拢无要投资，嘛是有这种。OK，袂当讲你是投资，结果咧投资做以后，这个国家军方无买，安尼就是浪费。而且会这个对这个这个研究人员的这个士气是有种无好的影响。是，真像台湾来讲，台湾差不多20几年以前会当做出 IDF。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有影，非常了不起。任何国家正常的国家拢是一当做出来以后绝对是有 IDF 这个例行 IDF 3型，就是因为你有一个本体嘛，你有一个本质就是不断的改善
吼不断的改良，吼你亲像美国嘛好啊，美国遐尔大，吼你咧 F16嘛是。改，F16差不多30-40年以前都已經，吼第一架都已經出來，但是即馬全新的甲以前的都已經差足濟，但是就是不斷的改善，吼不斷的改良，中國啦、俄羅斯啦，吼每一個國家攏是安尼吼，真少國家就是講吼，我投資足濟做出來以後吼，就無啊，吼足可惜的，然後人才吼，親像頭拄啊陳教授講到。即個吼走到國外吼，啊是本身來講吼，吼即個現有的即個設備吼嘛袂當繼續吼，而且咧即個外國吼包含家己國家人民吼，對別個本國嘅國防工業嘛無信心吼，所以我感覺應該是吼第二政策愛決定，第二是吼應該吼對本身發展嘅成果吼愛保護。愛重視，吼，即個已經攏投資落吼，吼，家己囡仔雖然可能吼生甲無好，但是咧，攏這就是家己囡仔，吼，咱有投資吼，吼，愛是靠家己，即個不斷的把伊改善咯，然後咱國家即個國防工業吼，則個會當繼續成長。韓國就是安尼啊，韓國即個以前做準就是啊，伊做東西一開始攏是做歹的啊，但是吼伊攏不斷的改，吼，即馬伊咧做準已經是做甲全世界已經排。吼前幾年啊，所以我感覺吼，即個政策吼，甲對本身的信心吼，吼，甲袂當講是做以後就放殺，吼，然後過去買，我感覺這是吼愛討論愛改變的啦。對啦，感謝所有來賓，感謝多謝。